南瓜子隐藏的8大健康陷阱，这样吃恐引发不可逆的身体反应。各位关心健康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的话题——南瓜子。我想大家平常应该都觉得自己吃南瓜子的方式是对的，没错吧？也许你会把它撒在优格上，加进沙拉里，或者直接从袋子里抓一把当零食吃，这样做的确很聪明。这些小小的种子确实是营养的宝库，富含镁、锌和健康的油脂，对身体非常有益。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即使是像南瓜子这样看似简单又健康的食物，也存在一些常见的误区。只要做错一步，你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抵消了原本期望获得的所有健康益处。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譬如在错误的时间食用，或者搭配了会抵消其营养价值的食物。今天我们将揭开大多数人在食用南瓜子时常犯的8大错误。请相信我，其中一些真相可能会让你感到震惊。如果你真的在乎自己的健康，想要保持最佳状态，并希望从每一口食物中获得最大的效益，那么你绝对需要继续看下去。坦白说，特别是第7个错误，为了你的整体福祉，你绝对会想要避免它。那么，让我们开始吧，确保你是以最聪明、最健康的方式来享用南瓜子。第1个错误，食用未去壳的南瓜子。这是一件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但却相当重要。如果你吃南瓜子时连壳一起嚼，你实际上可能错过了它们的全部潜力。虽然从技术上讲，南瓜子壳是可以食用的，但事实是它们非常难以消化。试想一下，你的身体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来分解那层坚硬的外壳，这往往会导致明显的胃部不适，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或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朋友来说，这简直就像是在试图消化一小块木头。更重要的是，当你的身体正忙于与那些坚硬的外壳搏斗时，它可能无法有效吸收隐藏在种子内部的所有美妙营养。身体会分心，虽然你试图摄取那些珍贵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外壳却成了阻碍，让身体难以完全接纳它们。那么，获取这些超级种子所有益处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呢？为了获得最大的效益，我们总是建议选择去壳的南瓜子。这些是已经去除了外壳，只留下绿色、营养丰富的果仁。它们更容易咀嚼和消化，确保你的身体能够愉快地吸收所有的精华。当然，如果你真的偏爱带壳的口感，也许是为了那份额外的酥脆感，那也没关系。但请务必确保你咀嚼得非常非常仔细。我们说的是要彻底咀嚼，直到它们在吞咽前几乎变成糊状。这个小小的改变看似微不足道，但对于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来说，却有着天壤之别。所以，为了让肠胃更开心，营养吸收更好，请考虑选择去壳南瓜子，或者如果你喜欢带壳的，务必细嚼慢咽。第2个错误，食用前未经过浸泡。好的，让我们进入第2个常见错误。这一点对于充分利用南瓜子的营养来说，绝对是个关键的转折点。我们很多人，包括我，有时候也是习惯直接从袋子里抓一把南瓜子就开始吃，这既快速又方便，而且感觉很健康，对吧？但这个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秘诀，可以真正是放更多的好处。你真的应该先把它们浸泡一下。你可能会疑惑，到底代为什么我要浸泡南瓜子呢？这一切都归结于一种叫做植酸 （fattic acid） 的物质。不要被这个专业术语吓，
到了植酸，是一种天然存在于许多种子、坚果和谷物中的物质。它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东西，但它有个小把戏，它会干扰身体吸收重要营养素的能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道看不见的微小屏障。如果不浸泡，植酸会紧紧附着在南瓜子中丰富的铁、锌和镁等珍贵矿物质上，使你的身体难以充分摄取和利用它们。浸泡南瓜子，特别是浸泡过夜，效果非常神奇。它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有助于分解这种植酸。当你浸泡它们时，会启动一个自然的过程来中和这种化合物。这个简单的步骤有什么惊人的好处呢？首先，浸泡会软化种子，使它们更容易消化。这意味着你的胃和消化系统的负担会减轻。这对于随着年龄增长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加分项。其次，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浸泡显著提高了营养的生物利用率。这就像移除了那道隐形屏障，让你的身体能够愉快地吸收所有至关重要的铁、锌和镁。这些营养素对于从免疫系统到骨骼健康和能量水平的一切都至关重要。简单来说，从营养角度来看，你获得了更高的性价比。那么该怎么做呢？这非常简单，只需将你想吃的生南瓜子放入碗中，加水覆盖，确保水量足够完全淹没它们，让它们浸泡，大约6到8个小时，或者最好是过夜。你可以直接把它们放在厨房的琉璃台上。到了早上或浸泡结束后，倒掉水并快速冲洗一下。现在你可以享用新鲜饱满的南瓜子，加在沙拉里或打成冰沙。如果你喜欢酥脆的口感，甚至可以用低温烤箱轻轻烘烤，制成更健康、更脆口的零食。这个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步骤，真的可以帮助你从南瓜子中获得绝对的最大收益，确保你的身体会味。每一颗种子感谢你。第三个错误，忽视市售南瓜子中隐藏的添加剂。让我们继续谈谈第三个错误。这是一个经常让人措手不及的隐形陷阱。你可能认为只要抓一包市售的南瓜子，就是快速又健康的零食，特别是在你忙碌的时候。毕竟它们是南瓜子，能有多不健康呢？但这里有一件许多人经常忽略的事情，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市售的南瓜子竟然出乎意料地含有大量隐藏成分，这些成分时既上可能会破坏它们天然的健康益处。虽然生的无盐的南瓜子确实是营养的金矿，富含镁、锌和纤维等美妙的营养素，但预包装的版本往往带有额外的负担。这可能包括添加糖、过量的盐或各种防腐剂。制造商通常添加这些成分是为了增强风味或延长保存期限，但它们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好处味。什么这如此重要？如果你正在积极尝试改善心脏健康、控制血糖水平或控制体重这些额外且不受欢迎的成分时，忌上可能弊大于利。例如，过量的盐会导致高血压，这是我们许多人，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需要注意的问题。而添加的糖会导致你的血糖水平迅速飙升，导致吃完后不久就会出现令人讨厌的能量崩溃和令人沮丧的饥饿感，这违背了选择健康零食的初衷。如何避免这个常见的陷阱呢？这其实很简单，但需要一点警觉性，养成在购买前检查包装背面成分表的习惯，不要只看正面标签上写着的健康字样，寻找那些清楚标示为生、无盐和无添加的南瓜子，这些是你最好的选择。如果你能买到天然生南瓜子，
也许是从健康食品店的散装桶里买的，那就更好了。你甚至可以在家自己烘烤，这样你就可以完全控制加入其中的成分。你可以撒一点你喜欢的香料，比如肉桂粉来增加甜味，或者一小撮红椒粉来增加咸香味，让它们成为真正更健康、更美味且完全符合你口味的零食。只需花点时间选择正确种类的南瓜子，你就能确保获得所有的天然益处和强大的营养，而没有那些不健康的额外成分。这是你购物习惯中的一小步，但对你的整体健康和福祉却有巨大的积极影响。第4个错误，储存不当导，致营养流失。接下来是第4个常见错误，这完全关乎你把南瓜子带回家后如何对待它们。你可能不常想到这一点，但储存南瓜子的方式会对它们保留多少营养产生巨大影响。想象一下，你买了一袋新鲜的种子，但随后把它们放在温暖潮湿的厨房台面上，或者可能只是把袋子卷起来开着口，这绝对是一个你不想犯的错误。当南瓜子暴露在空气、光线或湿气等环境因素中时，它们的新鲜度，更重要的是它们珍贵的营养成分会开始迅速流失。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使南瓜子如此健康的有益油脂和强大的抗氧化剂会开始分解。这个过程会导致种子产生油耗味或片质。当它们片质时，不仅味道不对，而且不再提供原本的高品质营养，本质上你没有得到你花钱买来的健康益处。此外，不当的储存还可能不幸地引发霉菌滋生，使你的健康零食完全不适合食用。那么，保持它们最佳状态的正确储存方式是什么？关键在于保护。首先，务必将南瓜子存放在密封容器中。带有紧密盖子的玻璃罐或密封塑料容器是完美的选择，这可以防止它们接触空气和湿气，保持新鲜和酥脆。接下来，将它们存放在阴凉前燥的地方，厨房的储藏室或远离炉灶和阳光直射的橱柜是理想的选择。较低的温度有助于保存其娇嫩的油脂。如果你想让南瓜子保存更长时间，譬如几个月，你可以把它们放进冰箱，甚至冷冻库，这对于大量储存特别好。通过采取这些简单的步骤，你的南瓜子将保持新鲜、酥脆，并充满所有重要的营养。这样，你就可以自信地享受它们惊人的健康益处，而不必担心浪费了它们的优点，或错失了它们的全部力量。第5个错误，食用时未考虑甲状腺健康。让我们谈谈第5个错误，这涉及到你身体整体平衡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甲状腺。你知道吗？虽然南瓜子对你非常有益，但大量食用可能汇钱在地，影响你的甲状腺健康。南瓜子确实富含锌和硒等美妙的矿物质，这对于增强免疫系统和支持你的整体福祉非常棒。然而，当摄入量过高时，这些矿物质有时会干扰甲状腺的功能，这对于那些已经有甲状腺问题的人来说尤其重要，特别是那些患有甲状腺功能低下 hypothyroidism 的人。虽然这些小种子确实充满了营养，但过量摄入可能会轻微破坏甲状腺正常运作所需的碘含其他矿物质的微妙平衡。你的甲状腺就像身体许多过程的指挥家，它需要恰到好处的营养组合来保持一切和谐。这可能并不是每个人的问题。许多人可以享用南瓜子而没有任何甲状腺疑虑。但如果你知道自己有甲状腺问题，这绝对是需要牢记并稍微谨慎对待的重要事项。
我们总是希望留意不同食物如何与我们独特的身体化学反应相互作用。那么，如果你有甲状腺疑虑，想用南瓜子的正确方式是什么？关键在于适量，你不必完全避免它们。通常每天1小把就足以获得增强免疫力和健康油脂等奇妙益处，而不会潜在地让身体负荷过重。同时，将它们与富含碘的食物搭配也是个好主意，譬如海带、某些鱼类，甚至适量的碘盐。当然，碘对于甲状腺功能至关重要，平衡你的矿物制摄入量，有助于有效支持甲状腺健康。只需保持宜食并食行适量原则，你就可以继续享受南瓜子的好处，同时妥善照顾你的甲状腺。第6个错误，吃太多南瓜子可能导致体重增加。让我们进入第6个错误，这对于任何关注腰围或控制体重的人来说都很重要。虽然南瓜子绝对富含健康脂肪和美妙的营养，但也有一体两面。食用过多可能会迅速导致不必要的体重增加。原因如下：那些健康的脂肪，同时也是热量密度很高的。给你一个概念，仅仅100克的南瓜子，如果你是不假思索的当零食吃，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量，你就摄入了约559大卡的热量，含大约49克的脂肪。为了让你更直观地理解，49克的脂肪时计上已经超过了大多数成年人每日建议脂肪摄入量的160%。如果你不小心一把接一把的吃，这些额外的热量和脂肪真的会在你不经意间累积起来，这很容易破坏你的体重管理目标。特别是如果你正试图维持目前的体重，甚至减掉几公斤，我们很容易想，这只是健康的种子，然后就吃过头了。所以，如果你正在积极控制体重，适量食用南瓜子真的很重要。过量食用会增加你每日摄入的额外热量和脂肪，如果不与你的活动量相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导致体重增加。什么是一个好的方法？如果你有特定的饮食计划，或正在急尝试减肥，明智的做法是将摄入量限制在每天仅1到2汤匙。这少量的分量仍然能给你提供良好的营养和健康脂肪，而不会让热量超标。一如既往，如果你有特定的饮食计划或重大的体重目标，在对你的日常饮食做出重大改变之前，咨询你的医生或注册营养师是个好主意。他们可以提供适合你独特健康需求的个性化建议。平衡摄入量将帮助你享受这些营养种子的所有奇妙益处，如支持心脏健康和提供必需矿物质，而不会意外破坏与体重相关的健康目标。这一切都在于明智地享受它们。第7个错误，低血压患者食用不安全。现在让我们谈谈第7个错误。这对于任何管理血压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南瓜子确实富含美妙的抗氧化剂和其他对整体健康极好的化合物。然而，正是这种益处时，剂上可能会给那些已经在因对低血压也称为低血压症的人带来问题。原因在于，这些神奇的种子天然具有帮助降低血压的特性。虽然这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如果你的血压已经偏低，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你的血压下降太多，可能会导致不舒服甚至危险的症状，如头晕、头昏、眼花，甚至昏厥。此外，如果你目前正在服用高血压药物，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这些药物通常被称为抗高血压药。食用天然降低血压的南瓜子与你处方药物的结合，可能会使情况恶化，
潜在地岛致你的血压下降过多。这种相互作用可能相当显著为了你的安全，这是你绝对想要避免的。因此，如果你有低血压病史，或者你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在开始定期将南瓜子加入饮食之前，咨询你的医生是绝对至关重要的。你的医生可以帮助你了解南瓜子对你是否安全，如果是的话，什么是适量且安全的分量。过量食用可能会导致头晕或昏厥等不愉快的症状。谨慎行事，把你的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总是比较好的。保持健康监控，并始终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避免任何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他们是获取个性化建议的最佳资源。第8个错误，服用血液稀释剂时不要吃南瓜子。好了，我们已经到了第8个，也是最后一个错误。这对于任何管理特定医疗状况的人来说都极其重要。如果你目前正在服用血液稀释剂、抗凝血剂，你绝对需要密切关注关于南瓜子的这一点。南瓜子含有某些天然化合物，其作用与天然血液稀释剂非常相似。虽然这听起来对一般血液循环是件好事，但如果你已经被处方了专门设计用于预防血栓的药物，如华法林 Warfarin 也被称为香豆素 Coumadin 或其他抗凝血剂，这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关键问题在这里，南瓜子中的这些天然血液稀释化合物可能会干扰处方药物的运作方式，它们本质上可能会增强药物的效果，使你的血液变得太稀。如果你的血液变得太稀，会显着增加出血的风险，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这可能表现为容易淤伤、流鼻血，甚至更严重的内出血。种子也可能使你的药物效果降低，破坏医生试图维持的谨慎平衡。对于服用血液稀释剂的人来说，非常留意任何具有血液稀释特性的食物摄入量是至关重要的。南瓜子富含某些脂肪酸和抗氧化剂，确实会与身体处理这些重要药物的方式相互作用。那么最安全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正在服用华法林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抗凝血药物，在你将南瓜子加入饮食之前，最好咨询你的医生或药剂师。或者即使你只是考虑增加目前的摄入量，他们也可以根据你的具体药物和健康状况提供个性化建议。他们可能会建议你完全避免食用，或者建议非常严格的少量限制，以避免任何潜在的并发症或危险的相互作用。饮食中的一个小改变，譬如添加或增加南瓜子，当你在管理血液稀释药物时，可能会对你的健康产生惊人的巨大影响。在这些情况下，始终优先考虑谨慎和专业的医疗建议，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上就是关于食用南瓜子时应避免的8大常见错误的总结。我们今天涵盖了很多内容，从记得浸泡它们、检查标签，到留意它们如何与血压和甲状腺健康相互作用，特别是为了体重管理，你吃了多少？这里的关键要点始终是适量和正确的食用方式。当你明智且正确的享用南瓜子时，它们确实是健康饮食的绝佳补充位，你的身体提供丰富的益处。但就像许多好东西一样，过量或错误的方法有时可能弊大于利。我们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帮助且充满启发。如果你觉得有收，或请不吝给予支持，让我们知道。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健康和营养资讯。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听到你的声音。欢迎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或任何问题，
祝大家身体健康，资讯灵通。我们下次见。